咁啊話到俾你知，喂，我又翻嚟啦嚇，啲評分啊或者個狀態咧亦開始到位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P 啊！嚟緊禮拜三翻去谷草賽事咧，有9場嘅頭場6.40分鐘開跑啦，咁啊好熱鬧嘅場面啊！每一場都係滿額出足12隻嘅，咁啊多寶方面啦，3T 有250萬，咁啊第一口孖 T 咧有25萬啦，咁另外特別啲啦，頭場啦4重彩同4連環都有30萬多寶㗎嚇，咁啊近期咧天氣又相當之清爽啦，好舒服嘅，不過就乾燥少少，咁大家留意住啦，如果有啲馬匹咧喺個氣管上邊咧有一個問題記錄嘅話咧，就要留意住啦嚇，咁啊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可能咧會有機會咧再出問題都唔出奇㗎嚇，咁啊今期咧我嘅重心推介擺喺第4場啊，4班嘅1200米嗰組啊，咁啊我中意嘅馬咧就係4號馬嘅廚神啦。嗱呢隻嘅廚神咧可以話係3班不足4班有餘嘅，佢一跑4班賽，尤其是谷草1200米咧，經常都可以走入獎金名次㗎嚇。咁啊喺上季咧4月尾嘅時候咧，就喺谷草1200米呢個路程嗰度咧贏出咗㗎啦，沿途啊守喺啲3、4位咁樣喺直路嗰度咧一衝而過，咁啊贏咗一啲對手。雖然咧唔算話好特別嘅高水準咁樣咧，但係咧喺4班咧已經夠用㗎啦嚇。咁啊贏完馬之後咧，一度咧就升咗去上3班，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冇走勢嘅。曾經有一場咧跑到一直第3㗎嚇，咁但係咧要喺3班贏馬咧就確實有啲難度。嗱，直至前一仗咧，咁啊終於咧翻嚟4班呢個路程啦，即刻咧有翻一個接近嘅走勢啦。去到上一場啦，由於排咗個外檔關係咧，早段咧要焗留後咗少少，而且沿途咧走3踏啦，蝕咗少少嘅腳程咁樣啦。咁但係咧末段咧衝翻上嚟咧，又有個第4啊，咁啊只係輸俾頭馬聖多多，唔夠一個馬位啊。咁啊話到俾你知，喂，我又翻嚟啦嚇，啲評分啊或者個狀態咧亦開始到位啦。咁而今次咧個內檔咧咪幫到呢隻馬嘅嚇，可以咧跑翻佢嘅贏馬時候嗰個嘅跑法啊，跟喺啲中前踏位置咁樣。咁啊只要跑得順嘅話咧，呢隻馬隨時可以再贏㗎。好，咁今次咧介紹埋同場 Q 同位置 Q 嘅心水俾大家去參考嘅。咁啊，女將杜婉欣咧騎功啊相當之硬淨啊，啲手瓜起晒剪啊，咁我相信咧佢啲力度咧隨時啊仲勁過好多嘅男騎師添啊，咁亦都係因為咁咧，佢啊好適合騎一啲懶性比較重嘅馬嘅，咁包括咧早前咧嗰隻雙贏咁樣啦嚇，以往幾季咧都未贏過，就算潘頓都好啦，都搞佢唔掂嘅，但係咧一擺杜婉欣上去咧，都唔敢偷懶啊，隻馬咧就即刻咧由後邊咧衝上嚟咧贏出嗰場賽事咁樣嘅，咁啊另一匹啊。同一類型嘅馬就係隻長隆區咧，上次已經由杜婉欣去騎啦，嗰場咧就由田草轉谷草，而且縮程去呢個1200米嗰度。咁早段咧就跟喺啲中後踏位置啦嚇，咁結果咧喺直路上邊咧懸內欄咁衝上嚟咧，咁啊有翻個第2啊，咁啊可以證明啦，杜婉欣咧真係騎得起隻懶馬嘅啲後勁咁樣啦。咁啊今次咧繼續揾呢個女將啦去騎啦，無非咧就想啦嚇，會唔會再提升個名次啦嚇，攞到佢咧嚟香港之後嘅第一場頭馬咁樣。咁啊呢啲馬都係正頭正路嘅配腳嚟嘅。嗱，另一匹要揀嘅馬咧就係隻新力啊，佢係谷草1200米死路程馬嚟嘅，但係勝在咧演出好準成啦，點都交翻咁上下水準俾你嘅。不過咧佢就有個上限嘅。嗱，每當咧要孭到一啲130磅以上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麻麻地嘅啲演出。咁啊，包括上一場啦，咁啊無啦啦咧揾咗個潘頓去騎，而且咧排住個外檔，咁啊早段咧焗住留後啦。咁啊結果咧咁啊見到阿潘頓咧末段都係咁以點到即止之下咧，其實同隻出邊啊嗰隻嘅廚神咧一齊衝上嚟嘅，咁啊差無幾嘅兩隻馬嘅距離啊。咁啊今次咧唔同啦，唔係潘頓去騎啦，揾有磅減嘅黃志宏啦，去翻130磅以下，而且排翻內檔咧，其實好有機會喺呢場嗰度咧跑翻出佢應有水準嘅。贏咧可能都要睇下啲形勢，但係你話2233咧走入嚟嘅話，絕對唔出奇㗎嚇。喺第4選方面咧，諗咗一輪咁，結果咧揀咗8號嘅勇威神區啊。過往呢匹馬就係3、4班升降機，有少少似而家嘅廚神咁樣嘅。咁佢以往咧就落到嚟4班，就算孭重磅都好啦，都有表現㗎，識贏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隨住即係年紀漸長啦，咁啊近年咧就開始戰力有少少下滑，但係又未完全退化得晒啊！咁今季咧喺4班嗰度咧已經喺個路程啦跑過2次第4啦，衝翻上嚟唔差嘅。咁今次咧就檔位咧最好嘅一次啊，排住個2檔啊！之前嗰幾場咧都係啲中外檔位置咁樣嘅，希望咧憑住個內檔咁啊，布文咧又可以咧喺裏邊咧攝下咁樣啦。佢會咧引埋一段咧爆到一段力仔上嚟咧，會接近㗎嚇。咁所以咧都可以咧拖埋佢啦。
啦。咁啊，況且咧今期嘅沈集成嗰手馬都幾強下，有機會咧連場配合出擊咁樣嘅。總結今期 Q 位置 Q 心水推介，第4場4號廚神膽拖，5號新力，8號勇威神驅，10號長隆區，祝大家贏到開晒行。講完我今期嘅重心推介之後咧，輪到我嘅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傳心嘅角度去睇睇啲馬仔晨操嘅狀況係點。大家好，我 Dorothy 今日同大家提嘅就係11月26號晨操嘅馬仔。咁嘉樂龍區呢，佢就開心嘅，佢自己就話好開心啦，咁啊要衝去終點，咁狀態都好 fit 嘅。佢就話我好 fit 㗎咁樣，同埋好開心㗎咁。咁輪到睇呢隻叫成數表啦。成數表就話你睇下我，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你睇下我發力㗎，我好勁㗎啲力，睇下幾強啲力度。咁啊，佢發力就衝去終點啦。咁啊，贏埋隔離隻馬仔添。咁今日咧都係依然好靚嘅發力。輪到睇呢隻叫朝朝醒。朝朝醒咧就話，唉，是但啦，求其跑下咯，我都係換票性質㗎咋，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咁咯。同埋佢冇乜火啊，但係佢係靚嘅。佢話我好靚㗎，我好跑得㗎，你睇下我而家幾發力咁樣。即係幾出力咁，咁啊嗰日都要留意下佢啦。可能到呢隻天星，天星就話今日就同我講，佢話我今日踩落個地好腍喎，好舒服喎，所以就可以跑，盡情咁跑啊。第二日就個地就乾啲咯。咁佢話乾啲都係咁跑噶咯，我快快跑翻去就休息啦。咁輪到呢隻呢，就安康萬里。安康萬里呢，就話，唉，是但啦，求其啦，我都係朝頭早起身做下運動啫嘛，即係就是但就跑住咁樣去個終點，即係都冇乜點出力啊。咁輪到睇呢隻叫輕功猛男，好笑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呢，佢就話。你睇下我好似識輕功咁㗎，好輕啊個身，咁樣就跑住輕輕鬆鬆咁啊跑去，就彈下咁樣，就輕鬆就跑去終點。我見佢個步伐都唔係太快嘅啫。咁嚟到呢隻呢，就係型好威風，型好威風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呢，佢好一鼓作氣咁。佢話你睇下我好型㗎，好型好威風㗎。佢可能都知咩叫威風。我同佢講係咪即係岳起個頭？佢話係啊，好威風㗎，所以佢都好靚啊，我都幾中意呢隻馬。咁跟住睇呢隻叫見義勇為，見義勇為就話我都係隨隨跑翻去，佢叫我跑咪跑咯，咁樣就跑住咁就跑去終點嘅啫，都冇乜特別嘢同我講，即係只係大步跑，又冇咩特別話有咩火啊，有咩要發力啊，咁佢冇講呢啲嘢嘅。咁跟住睇呢隻叫燭光晚餐，燭光晚餐咧就同我講啦，哇！我要出盡力啊，同隔離嗰隻鬥過啊！我唔會輸俾佢嘅，佢真係跑得好快，就係咁發晒火咁樣就。總言之要逢馬過馬啦，燭光晚餐。咁我好中意呢隻馬嘅。咁跟住睇呢隻叫粵港之區，粵港之區咧就個身形就大隻咯，俾我感覺。咁佢冇乜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，佢冇乜嘢講，直頭唔睬我添。咁只係見佢係咁跑嘅咋，佢就冇嘢同我講過啊，即係完全唔睬我添。跟住而家呢隻叫北地烈馬，
不斷練馬就我今日瞓醒就是但啦，求其跑啦，做下晨操啦，咁啊練下啲腳骨即腳力咁樣啫，咁啊都係輕輕鬆鬆咁啊跑去終點嘅。咁輪到呢隻咧就叫做幸運星球，幸運星球就話我今日心情唔錯啊，好開心啊。咁我問佢有咩開心，佢就話我總言之瞓醒好開心啊。咁啊好開心咁跑去個終點嗰度，咁感覺咧幸運星球都如佢嘅奇名啦，都幾幸運嘅。咁總結嚟講，我中意嘅馬咧就係中意成數表啦、朝朝醒啦，同埋型號威風同燭光晚餐。咁佢哋就同我講嘅嘢就較為多啲嘅。咁當然啦，職場嘅動態非常之緊要嘅。想知道我哋各位主持臨場有啲咩獨家心水嘅話，記得成為我哋嘅贏到開晒行付費會員啦。